即马柑仔长大出，家己伫家的美女柑等在采收，也若月底家己伫家的无国柑嘛准备要采收啊。农民讲今年品质袂歹。一粒一粒的美女柑，透过机器拼出大细粒。家己管伫家乡的美女柑，即马当是采收的时间。山区的农民无用采收，仓库嘛赶要包装出货。农民讲，过年进前，柑仔类的水果需求量有明显较侪。它颜色蛮讨喜的，所以它还蛮受就是过年的消费者的喜爱。采收的时候比较怕雨水，可是今年算采收也还蛮顺利，所以品质也算蛮稳定。除了当咧采收的美女柑，伫伫家乡种植超过28公顷的木果柑嘛，准备要来收成。农民讲，今年品质嘛算真好，但是因为种植面积有减少，所以价钱比旧年搁较悬。做到你这个年纪啦，你的体能你会站袂牢，就怎样休耕伊，怎样就废耕伊，所以产量会一档豆萎缩，豆减去。地界农会讲，木果柑豆当拢是1月到2月这段时间高分，属于较慢熟的柑仔类水果。目前地界乡当咧采收美女柑甲其他的水果，所以木果柑采收的量也无侪，暗算2月底才会开始大量采收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